選擇假髮髮片冇一般人想象中咁複雜嘅。我而家同你哋分享3個最實用嘅重點。首先，我哋會睇下假髮髮片嘅網底。髮片網底因為同我哋身體有直接嘅接觸，所以我哋就要因應翻我哋自己嘅情況。例如你係好大汗嘅，又或者天氣嘅問題，我哋都會選擇一啲唔同嘅網底㗎。喺香港，我哋通常都會選擇一啲比較透氣嘅物料，令到使用嘅時候更加舒服同埋穩陣。第二就係選擇髮型同埋你喜歡嘅頭髮顏色啦。而家喺香港嘅人多數都會選擇一啲比較 fashion 啲、時尚啲嘅顏色，例如金色啊、灰色等等。再配上你喜歡嘅髮型，睇上去就更加年輕同埋更加有型啦。但係你要留意喎，如果你想做到咁嘅效果嘅話咧，你一定要揀一啲係真人頭髮造成嘅假髮髮片，因為呢類型嘅髮片先至可以做到電髮、染髮同埋焗油，咁就方便打理同造型啦。相對於一般嘅仿真髮或者其他纖維嘅假髮，真人頭髮造成嘅髮片咧，睇上去會更加自然、更加逼真。第三點大家要注意嘅咧，就係嗰個髮片嘅 size 同埋面積，因為每一個人咧甩頭髮嘅情況都會唔同，面積有大有細，而每一個人甩頭髮嘅位置又會唔同，所以咧大家必須要揾一個大小適合，位置同埋弧度都要準確 fit 晒你嘅，咁先至啱㗎。其實髮片個 size 如果過大或者過細，你用咗上去咧，睇上去就會好古怪，所以大家必須要謹慎咁去揀。最後，大家喺選擇髮片嘅時候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前額邊緣嘅位置，因為嗰個位置嘅物料同埋剪裁咧，都會好影響你成個頭髮嘅真實情況。如果揀啱嘅話，你用起上嚟又自然又安心，幾有自信。希望呢幾個 tips 會幫到大家。有需要嘅話，可以隨時聯絡我哋真髮達人。